往日呢啲海呢度好多灣位㗎，啲異種啊、啲異苗啊，好多聚集。一到呢個12月啊、正月啊、1月份啊嗰陣咧，就好多異苗走上嚟嘅，個海都睇到嘅。漁民咧，真係你唔知道有定冇。出咗海之後喺大海茫茫，唔知有冇魚群嚟到都唔知。呢啲錢保留都唔少錢㗎，有啲鹽係啊，有啲鹽船又要維修。呢啲咧就要嚟咧養嗰啲啊，養嗰啲蝦仔啊。林振雄屋企幾代都係捉魚嘅，即係細隻啲蝦放喺度養。佢以前就係用呢隻漁船出海攞魚，但近幾年佢出海嘅次數越嚟越少。不過如果細條嗰啲異種啊，出海嗰啲咧，多出海嗰啲咧，嗰部機就唔好咁易壞。有時因為個別有啲問題啊，例如個海啊冇耳啊，次出氣冇耳觸啊，咁一停喺個時期咧，第二日又好又壞，可以壞。睇部機日都冇得閒。太耐冇出海，隻船個摩打壞咗，要整翻好個摩打，又要花上一筆錢。隻船賣又唔值錢，林振雄而家將佢泊咗喺青衣嘅避風塘入面。同啲朋友係做咗幾十年漁民，佢見證住香港海入面嘅魚由多變少。收購俾咗1萬蚊嘅，好抵啊！香港嗰個漁業咧，就依家相當萎縮啊。因為我哋以前做細路仔，例如我哋話想食魚嘅，好簡單嘅，將隻船咁啊搖開去，搖開咧釣咧，有時咧釣10斤8斤臘魚啊。以前係好多魚嘅，但係依家個情形咧，可能你喺個海度咧摸10個8個鐘頭啊，都揾唔到10斤8斤魚。有咪出啲咯。近90%嘅本港漁民都係喺香港水域或者喺南中國海捕魚。近年嚟，由於過度捕捉同埋水質污染，呢兩個水域入面嘅魚都少咗好多。